香港梗係仲有活字印刷啦，我日日都開緊工㗎。我叫梁國雄，做咗印刷呢一行超過50年。嗰陣時咧，印刷廠係要攞一個印刷牌照嘅。舊年政府仲喺非物質文化遺產嘅活動頒咗張感謝狀俾我。活字印刷即係活動版面嘅印刷技術，可以根據唔同嘅需要去改動個版面，只係改一個字或10個字都可以。呢個就係活字印刷嘅靈魂啦。當年我開印刷廠第一部機就係買呢一部香港製造嘅半自動印刷機。半自動嘅意思呢，即係自動印刷，人手落紙嘅。呢部係西德印刷機，當年呢屬於機王嚟嘅，因為佢係全自動，只要擺好紙、校好墨、校好位，咁佢就可以自動印刷，最高一個鐘頭可以印5000張。呢一部機係全手動機，方便印小型印件呢類型。佢係全手動，唔使用電，比較安全，方便女工使用。開工作坊嘅原因呢，因為活字印刷術係一個可以令文化同埋知識跨時空傳遞嘅媒介，所以我希望多啲人認識活字印刷，唔好被遺忘。